你有冇試過明明心入邊好唔想答應一樣嘢，但最後都係笑住講一句好啊，冇問題。你明知自己其實唔開心，但係當人問你點，你又會下意識答冇事啊。慢慢你開始發現，你好似成日都為咗其他人而活，好似你人生入邊大部分嘅決定，其實都唔係真係你自己想揀，而係你唔想令人失望。如果我同你講，其實你呢一種辛苦，好大機會唔係因為你唔夠好，而係因為你太在意人哋點睇你，你信唔信？被討厭的勇氣呢本書一開頭就講咗一句說話，好多人聽完都會覺得好誇張，但其實越諗越有道理。佢話世界上所有嘅煩惱，其實都係嚟自人際關係。你試下諗一個問題，如果呢個世界突然之間只係剩低你一個人，冇人會評價你，冇人會比較你，咁你仲會唔會覺得自己自卑？其實唔會，因為好唔好呢樣嘢本身就係有比較先存在。書入面有一段對話，有一個青年話自己好自卑，覺得自己樣樣都唔夠人好。哲學家就反問佢一句：你係咪覺得只有你比其他人叻，你先可以覺得自己有價值？其實好多時我哋唔係真係差，而係我哋無意中玩緊一個遊戲，一個一定要贏過其他人先可以接受自己嘅遊戲。但問題係呢個遊戲根本冇終點，你總會揾到一個比你更叻嘅人。跟住呢本書講到一個更加衝擊嘅概念，佢話創傷其實唔存在。一聽落去，真係好多人會好反感，因為大家都會覺得，哇，我細個經歷過啲唔好嘅事，點可以話唔存在㗎？但係哲學家想講嘅，其實唔係話啲事情冇發生過，而係話影響你而家嘅唔係件事本身，而係你點樣去理解件事。書入面講咗一個好簡單嘅例子，有兩個人跌倒，一個會話以後我要小心啲行路，另一個就會覺得世界好危險，我唔敢再向前行。同一件事，但結果完全唔同。所以問題唔係你經歷咗咩，而係你用呢個經歷為自己創造咗一個咩理由。好多時我哋會話我係因為以前點點點，所以而家做唔到。但哲學家好直接咁講，其實你唔改變，唔係因為你做唔到，而係因為你覺得唔改變對你有好處。呢一句說話其實好重，亦都好殘酷。例如有啲人成日話自己係社恐，唔敢同人講嘢。但如果你再深一層去諗，其實佢得到咩好處？佢唔需要面對被人拒絕，唔需要面對尷尬，唔需要承受失敗，所以佢揀咗留喺一個安全嘅位置。書入邊仲講咗一個例子，一個年輕人成日困喺屋企唔出門。大家可能會覺得佢係有創傷或者心理問題，但係哲學家話，其實佢係用唔出門呢個行為去避免被社會否定。如果佢唔踏出一步，就永遠唔會失敗，亦都唔會俾人睇低。換句話講，佢唔係被困住，而係佢自己揀咗呢個方法去保護自己。再講多一個好有趣嘅例子，係關於憤怒嘅。你有冇見過有人好容易發脾氣，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咁？但書入面話，憤怒唔係失控，而係一種工具。例如小朋友一喊一鬧，大人就會讓步，久而久之，小朋友就會用發脾氣嚟達到自己想要嘅結果。即係話佢唔係真係控制唔到，而係佢知道一發嬲就有效。而去到書入邊最重要嘅核心就係被討厭的勇氣。當你開始明白呢一點，你會發現好多你以為係性格係問題嘅嘢，其實都係你自己冇意識之下做出嚟嘅選擇。你試下諗，你人生入邊有幾多決定，其實係為咗唔想俾人討厭。你唔敢拒絕人，因為你怕對方覺得你唔好。
你唔敢講真話，因為你怕影響關係。你甚至連表達自己都要諗清諗楚，會唔會俾人誤會？但係哲學家話，如果你想所有人都鍾意你，其實你就已經放棄咗自由，因為你每一個行為都會被其他人嘅期待控制住。當你選擇迎合所有人，你就唔再係為自己而活。呢度就引出另一個超級重要嘅概念，叫做課題分離。即係話你要分清楚一件事，究竟係你嘅責任定係對方嘅責任。例如你真心幫咗一個人，但佢最後唔領情，甚至仲埋怨你。好多時你會好唔開心，覺得係自己做得唔夠好。但其實對方點樣理解你嘅行為係佢嘅課題，唔係你嘅課題。又或者你喺公司努力做嘢，但老闆覺得你做得唔好，你可以改善自己嘅工作方法，但係老闆最終點評價你，其實都係佢嘅決定，你係控制唔到嘅。但現實係，我哋成日都想控制其他人點樣睇自己，想所有人對我哋滿意，結果就會有好大無力感。書入邊講得好清楚，如果你干涉他人嘅課題，你就一定會痛苦，因為你永遠冇辦法控制一樣唔屬於你嘅嘢。當你開始放手，接受有啲人可能唔鍾意你，有啲人可能會誤會你，你反而會覺得輕鬆好多。其實呢本書最深層想講嘅，唔係教你變得冷漠，而係教你建立一種平等嘅人際關係。佢提到一個概念叫做橫向關係，即係大家係平等嘅，而唔係上下級，唔係一個人去評價另一個人，而係彼此尊重。例如你同一個人講你好叻，表面好似讚佢，但其實你係喺一個比較高嘅位置評價佢。但如果你同佢講我相信你做得到，其實係一種平等嘅支持。最後書入邊講到幸福，我哋成日以為幸福係賺到幾多錢，有幾多人讚你，有幾成功，但阿德勒心理學講嘅係另一樣嘢。佢話真正嘅幸福其實係貢獻感，即係你覺得自己對人有用，你嘅存在有意義。當你覺得自己對世界有貢獻，你自然唔需要再不停比較，唔需要再證明自己，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嘅位置。講到呢度，其實你會發現呢本書一直都係挑戰你一樣嘢。就係你願唔願意放棄要被所有人喜歡呢個幻想？因為只要你仲執着呢樣嘢，你就一定唔會自由。但當你開始接受有人唔鍾意你係正常，你開始專注返做你認為正確嘅事，你會慢慢發現人生其實可以輕鬆好多。最後，我想留返一個問題俾你。你而家做緊嘅每一個決定，究竟係為咗你自己，定係為咗其他人點樣睇你？當你開始認真去思考呢個問題，可能就係你真正開始改變嘅時候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係 Anna，我會繼續同你拆解更多改變人生嘅書。